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共同来研究回顾复习波头第70篇633蜕变强重的蜕变嘅文章篇课文一字一语对照录音，提供给大家来做个研究参考。希望大家按热心来共同研究客家白话语文安尼哈。一个本文，一个蜕变蜕，一个头尾蜕变，就强重的蜕变，让班强重的变成那个我，一个安讲的我安哈。一个题目是生存生发在日村花丛中的强重的一个故事安哈。本文。亿万星球在宇宙之间有此有序的运转不停，都唔会来互相吵相磨，实在有够奥妙的所在。体表体内与水中也各有生物衍生生存。并为了生存而生发的必要，产生呢各其所需，以防止异类来互相的吞噬，偏偏上天设计各种生物为了生存，来产生食物链，搞到世界上的万物啦。日时紧张起来，在也求生与繁衍之中，各种生物都有以求生之道。产生呢，某个温度，双生物也有哈子。生物也有双之个神奇嘅世界与道理，超群来真理99年，真理主堂无常之中嘅中间发现生存生活在主菜人也系日村。也系个日那个花丛之中嘅强虫呢，引起万般呢好奇，尤其强虫有产卵，一个产卵，到虫变成蛹，到一种四种嘅蜕变之中，简直感觉到有神奇。有强重变到我的过程之中实在系有高度奥妙与玄机的所在。从用我本是眼同归一嘅，也是共同的注重，但是在蜕变嘅前后，不但体态不同。连食物所用也是完全不一样。在强重嘅时间，大约是一个生命周期，大约是7日。日是夜色，大量嘅这个湿度，是日存嘅农业与心，消化有道。夹个夹，亲像做蛋糕嘅食东西，叫带下这个饿死一样紧食紧饿。饿嘅强重嘅饿嘅事呢，上下有5层，切开来一粒有5层，每层有8粒，排列成型。亲像一节包小，关于讲玉米一样。强重不但会染色、变色，
通常嘅食神同人二春嘅一百相同，看到原來嘅世界，因為二胎也就變一個身體嘅形狀係變二胎，身體形狀嘅腳都相似，那個人二春嘅肌同肝一樣，有但會腳變到相似，學創山高一樣，最白白。可是花腳下嘅強壯嘅事，暴露了伊嘅現身，伊個身體嘅素材，仔細聽人一看啊，哈哈！然就睇得也強壯嘅，除咗一個日春嘅花草嘅蛋糕，強壯嘅過了，大約是7年，深色色身漸漸嘅變成烏色，為了方便觀察啦，就用一個透明嘅可能一個塑膠蓋呢，係一件合法嘅農沙皮核，強壯嘅皮就轉變成像甜白色嘅銅色一樣，同時腳與眼珠全部外形也係消失了，變成了蛹，嘅關於講蛹嚇，專業石縫嗰啲嘅石縫腳下，強行嘅用兩隻樹枝嘅將佢粘起來，而且會緊發嘅緊變啊！呢種用嘅期間，冇看到佢是按任何事物，也都會講啊，在最變成用嘅世界啦，佢都唔是像的是水木一樣，用經過大約是有7年以後，就會在半夜有卵殼出世嘅一樣，就像出世嘅一樣，它殼煎出來，即是就在個10萬4億2億斤盤嘅殼壁，我嘅體態結構嘅精密，身材色身嘅優美啊，唔會輸一個戰鬥機 F-16嘅噴射機嘅戰鬥機一樣，真係天公嘅美妙所在啊！相信各位鄉親大家可能就記得講啊，哎呦，我嘅生活在一件，因為變得安靜。除了這個，我哋可以記得講啊，一個延輝師傅講一句話喎：一粒七代萬里通哦，發現同發明係偶然嘅，研究係有心嘅，所以我研究同發現啊，都係偶然的偶然嘅性質。以上啊一個故事，就講到嘅這個，來看本文嘅解釋。宇宙、宇宙，天地之間啊，就天地之間、萬物之間啊，都宇宙之間相錯，可以講相碰。第三，奧妙即奇妙，難以想象係乜嘅啊？第四，眼神叫做反射。第五呢，蛻變，蛻步嘅蛻嘅音一樣，蛻變，的形體嘅改變轉化，有達一個實質方面呢冇相同啊，有達就是而且的意思啊，且趕就是快，而是就是大便。第九，包秀，關於講玉米。第十，顏色叫做相仿嘅色身啊。第11，那個色身就是顏色
颜色。第12仪态就变形样式局到局就讲局势的局局到就假装变那样的局势或者就变那样的变那样的叫做局到样的。第14嘴白白就是嘴开开第15浅浅眉底呢，也就是连音字，连音字，浅浅眉就慢慢地16无色就是黑色。17碧黑，碧就是给他的意思，本意的意思。碧那个简单语这碧就是本意给他。染起来，捡起来，两双字，两个数字的染放起来。金发一个就发的就是结，就是木那个东西木那个幼虫做结，金发两个是发的然后发金发一直向上向下的痛叫金发。金病就是挣扎的意思在挣扎。第21咳出来就是爬出来咳出来22垂盖就是在那里，垂盖是在那里。第23撒忙就努力的意思。蜥蜴就是那个一的金盘翅膀拍泡唇翅膀那个一。25不会输，26一里七代万里通，一个是万里就是所有的道理都是共同的来源，也就会讲知其一，你的一个全部就通达了。第27讲就是漂亮，硬好一个就是学硬化，但是不相信硬学就是不变通的意思了但是学硬学了，硬学。第29日春就是发出的名有日的一个30按上下就很同爱一个意思。好，根本一个本文的主解就讲到这个希望各位乡亲看这个先听嘅录音，以後再來看這個本文嘅注解，以後再來看這個本文白話語文所寫詩人嘅注音南部詩人嘅注音，再有辦法推廣客家白話語文，也都會講研究客家語文呢，我先曉得聽來練習講以後呢，來看白話語文的文章，再來學寫一個語文，也都會人研究推廣客家語文第一個是用學習，英文講 learn。第二呢就是研究，就是有基礎的人能夠研究，英文講 study 再過來呢，能來應用曉得寫。然後就應用寫成歌詞、作詞、作曲、作文章等等，叫做應用就是 application 以上呢就是講這個推編一個文章，讀本大家來做一個參考。另外就在底下一個圖我是將一個我一個由生卵都變蟲的，再變成蛹，一個我。四種嘅蛻變一個圖形10到腔下本大家了解我嘅變化用安神氣蛻變一兩則是希望各位鄉親有所記得啦。一個蛻變就是講形體也變色的也變全部一切變完全都冇相同。一個我呢就是
一个就带下天一个图哦，上了以后呢，就会过身，就会实现啊。伊一生人呢，冇讲啊，供天一台天上台，唔会安尼嘅哈。一般供人呢，上了呢，就上了30粒到40粒安度，一上啊係一個呢就死體的哈。我再看第四個那個生出來嘅人，就變成一個蟲啊，強蟲啊，在蔬菜也係在一個日春嘅樹嘅花草地度裡啊，青多也變化天嘅呢，就是開始變化變成蛹嘅，就剩下就皮膚變成無色安啦哈。而黑嘅樹呢，色彩個神奇有分為5層，每層都有8粒喎，啊，親像寶石一樣哦，一節嘅寶石一樣。和第6個呢，就5層硬殼嘅蛹啊，唔是也唔係黑喎，等態的蛹化變成蛹化，大下嘅就蛹，見來見硬，安啦哈。一個第9呢，就變成了硬殼嘅蛹啊，個腦頭呢，面就會金發，上下金通啊，最後就會就對一個蛹喺度裡，應講破綻啊，一個呢就講破殼個啊，就出一個細隻嘅一個蛹啊。會用生出來嘅時間呢，親像啲水蜜嘅一樣，會見吸熱、見排熱、學鼻安啦。但是一個第12個呢，伊就完成了一個體態結構精密、身材色性非常強嘅鵝，唔係數 F-16嘅戰鬥機一樣嘅哦，真係非常嘅強安啦哈。這個13呢，是強蟲啊嘅生態嘅變化，我哋慢慢地去觀察，用一個包頭片啊，一個歌呢，就咁一看，表意思啲地擺台灣蟲啊，就會是一個日春嘅葉啊，後來呢就變成蛹啊呢，蛹在後多6米就變成了一個那個鵝啊呢。第14呢，就是強蟲嘅生發在一個日春嘅嘅花草地度裡，主要也是日春啊。一條嘅狀圖呢，是在2011年、12年、15年，我歸美濃結不了福卡，整理復創嘅時節所種嘅花同樹嘅微象案啦哈。大家都參考。第16呢，係一隻條嘛，一個強蟲嘅嗰強嘅條嘅，會被食hết。哎呦，又對到一隻又皮又大嘅強蟲嘅，什麼鵝，細隻嘅這個什麼鵝，阿妹安排的，自家唔判的事來被食的，也就父母就做養養之喜嘛。第17就是看。強蟲嘅形況同日春變得完全一樣，叫做擬態同一個擬色變色啦，變得一樣。使得調位各方面看人呢，看啊也係不容易，看大下有惡事嘛，那還有惡事，就當一個花草當中一天都有強蟲嘅呢，好一個就19呢，就強蟲嘅一個神。變成成型最成熟嘅時間啊！一個大家又有機會請大家再來詳細了解。就講啊，一個發育蛻變成鵝嘅現象，也係有一個道理嘅存在，一理出大萬里圖哦。發現同發明啊係偶然的，研究是有心嘅。好，再看這個大下。一個就係咩
2010年4月11日，佢美濃嘅布列夫卡在真理武藏嘅時節所中嘅一個加工技法，嘅就係機關化啊，一個係實在需要講啊，一個上頭呢，有40年以上3年唔係畢業咯嚇，因為3個高上長會盤過來，但是40年以上呢，已經冇辦法嘅嚇。這個第一個圖呢，就是我提出牛眼之中所種嘅一個花呢，色彩都有講，將兩個樹把，比兩個樹把中有很高態哦，一個就加工技法，一個加工技法有人講啊，日陽上水也腳切下嘅加工技法啊。也都係武藏啲道理，開始種嘅時種一個加工技法可以撇下，後來我就種加工技法種唔到3年，3次哦，以後就會變啦，細路嘅啊，後來我就可以種日春，這個期望，帶下嘅呢就係我嘅孫呢，係我嘅太妹嘅孫呢。兩個就顏色，在一個2010年嘅時節，我真理武藏片真理好色，而且這個高奶啊，生意呢最好高奶啊，小個啊，冇掉，我睇書呢見大學2年生了哦，一個寫學呢，寫咩呢？我嘅寫書5年，也係太熱啦嚇，一個就係我高興。非常嘅高興，將一個圖呢就協同啦，用錄音協同啦，同時配音嚟做一個神奇嘅素材。以上基本嘅就錄音同大家報道都係這個，非常嘅感謝大家，希望大家共同來研究客家語文，再重複同大家講一遍咯。不同嘅國家、不同嘅族群、不同嘅地方嘅語言以及一個語言同文語同文史啊，多少有不同嘅素材，所以研究嘅時間去了解一點安啦嚇。再講到講啊，一個研究時間、教學嘅時間，我有學習嗰個人研究。能夠應用，尤其見當前一個我哋客家嘅歌詞嘅作文作曲方面呢，我用白話文嚟了解，實在也係困難多多。在個研究之中啊，我對練吟詩啊，希望各位鄉親能夠多多嚟做個研究嚇。實在非常嘅簡單，有母音只有 A、O 3音嘅。但是當個嘅一個聲母啊，聲母是有64個嘅有母語音，變成17組，再造出一個聲母有8嘅嚇。A 嚟講嘅時呢，有哇啦呀嘛那呀加8個音，其中啊聽到、看到。皮亞島、黑馬島、色拉島、國家島，嘅就A呢有哇啦呀嘛那呀加8個音 ，O 呢相同喎羅有莫那我個8個音 ，A 啊相同有為了也咩呢嘅8個音，但是 A 音呢有3個地方冇相同，個數用於VDE mini GB 個數上只是比較動 VDE mini GB 嘅音，太魯關呢就移到大變成單音詩，一個什麼大家感謝大家嚇，共同來研究客家語文。講出這個語工堂呢，就係語用再講嘅語用目注看嘅呢。就係按照這個語3民族嘅語，所以語一個
安樣嘅嚟研究呢？希望一個學生單位多多嚟推廣，要有主任，要有曉得主任，能知得語言嘅結構同文字嘅用法係樣嘅安哈。以上承蒙大家，感謝你，再見。承蒙俺自細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